根据台南关会中心表示，目前南部地区总体血液的安全库存量拄好7公，其中 A 型加 O 型偏低只有6.2公，真需要民众发挥爱心。对此，台南市妇女会结合各区的妇女会加爱心会，今年再次甲新代妇伦社合作，选定3月2到7天举办关会活动。虽然9点才开始，不过一透早就有济民众排队，用实际行动来支持关会一地救人一命。从18岁就开始捐血到现在，然后感觉捐血不只是对身体是一件非常健康的事情。妇女会表示，希望用意义的节日，团结大家力量来做公益，嘛鼓舞更加侪潜在少年人拢做回来响应，疏解血库欠缺的人关。希望在这个时间，用我们的热血挽起袖子，然后用我们的热血来庆祝我们329这个活动。其实捐血不分你我，做公益也不分你我，所以我觉得世界有爱，你我有爱，分享出去，这个是最有意义的活动。一大早看到我们这么多的民众卷起袖子准备来捐血，表示我们今天这个捐血活动是相当有意义的所以我们希望将来能够继续跟台南市妇女会继续来合办这项这么有意义的社会公益活动。会中南区妇女会理事长蔡淑慧嘛用伊亲身的经历来教育家己的囡仔关会甲会开的意义。我当时因为难产，所以小孩子在肚子里面大出血。那时候也因为受到一些好心人士善心人士的捐血，所以前后输了2000cc 的血。根据了解，去年台南市妇女会联合新代妇伦社这一台关会车的目至378台会量，今年有加护理人力，预计300位关会民众将帮助更较侪有需要人。会中双方嘛预计明年要继续举办，和爱心延续。捐血一代，救人一命。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